走吧，走前面，走上面。哎，走上面嘛，走上面。这次我们去看春熙路这边有没有圣诞的氛围有没有？就是看有没有圣诞节的气氛。现在我们去春熙路步行街，再往前面走100米左右就到。这是春熙路南段。来，我抱过来，抱，坐那边。我坐这边，这边太阳亮一点点。今天是平安夜嘛，明天是圣诞节嘛。以前平安夜经济好的情况下，就没有戴口罩之前，半夜3点、11、2点、1点钟都有很多人在春熙路上面耍。今年这几年基本上消失了吧？有3年了，3、4年，这3年口罩期间根本就没有搞那些。去年也没有那个氛围哦，今年还可以哦，应该有吧？上海那边氛围非常浓重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那些今年说的氛围很好。成都那边有可能也可以吧，走路过去看一下，带他去逛一下，主要是春熙路、孙中山广场。孙中山广场有可能没有，商场里面肯定氛围很好。昨天我在其他商场看了里面，那个我家隔壁那个 Cosmo， 还有人恒之地里面那边的圣诞节的氛围很浓重，很好啊。这有太阳，太阳好难得哟！这个前2、3天，将近1周时间，4、5天时间都没有跳舞，没有拍，我没去拍那些，因为每天都小的毛雨。昨天气很冷，外面体感温度只有个15度、5、6度吧，3、4度左右吧，比较冷，所以大家都不跳舞。今天天气可以，我们走天桥吧。这个对面那个以前是文轩书城购物中心新华书店，现在倒闭了，搬走了，没有卖书的地方了。以前是新华书店，改成那个就是改制嘛，上市公司叫新华文轩。现在最大的只有高升桥那个地方了，那是全成都最大的一家，3、4层全是卖文具礼品、书刊那些。走吧。走了就正常啊，走了，走吧。那是群光君悦，伙伴走了。等哪个嘛？走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不走了？啊，走了。你想什么嘛？在想什么？把衣服给他换了，早上穿的红色的，现在有点脏，现在给他穿红色、穿蓝色的。
今天星期2吧。以前这个商场，这个是春兰商场，现在是国营的国家的，现在后面做不走了。这就是以前的文轩书城，现在变成火锅店了那些。这个东大街有上东大街、下东大街，这个地方是最堵的，节假日的时候最堵的。我们直走，这边是一直走一条直线。这一条直线的话，就到那个龙泉驿那边，就到山这边，距离成都平原距离山最近的地方，就是一直走，直线距离20多公里吧，就到龙泉山下面，就出城方向能够看到山最近的地方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一片，现在这一片，全就是春熙路，这边也就是从那个口子到这边，然后里面那一片里面全部不能开车。我看东京那边也是一样的。这个是老富乡，卖珠宝的。这边有个酒店，群湾君悦酒店，有圣诞节的氛围哦。门口有那个有装饰。但是被拉。这边这个入口人流量一直比较少，这个入口本来人就过得比较少，其他都在另外几个口子。这边春熙路南段，这边肯定有那个圣诞节的氛围，主要是在商场里面吧。我觉得应该在商场里面吧，看一下来，等会儿看一下才知道。上海那边就提前1个月就准备了。但有些景点是社会的，你扫码给钱，价格也不贵，20-30块钱。成都这边还没有。那成都这边的圣诞节啊，就平安夜那些，都是春熙路全部年轻人在这边聚集嘛。这边应该看一个在太古里那个方向。这边人流量还是比较多，反正每天都是很多人。就我这个位置下来，这一片人比较少。这边就是孙中山广场，有个孙中山的铜像。这个一直都有，这是真的鲜花。这边这个前面还有19，它的这个广场两边嘛，这个是坐在椅子上那个铜像。
这边那个塔吊烂尾了，10多年了吧，一直没修。那边还有很大一片，我没去逛。这边往这个方向走，这边以前是伊藤洋华堂关了，还有伊势丹百货也走了。直走就是太古里，直走就太古里。但这一片也是，反正全部是步行街。哎，这个塔吊在动啊，但是没看见去东西啊，好多年了，起码12、13年吧。以前那个春熙路上面很多那个婚纱影楼，以前什么金夫人啊，什么，好多以前很多，全是婚纱摄影那些，现在看不到了。那边也在修。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伊藤洋华堂，成都第一家店，同时开的，它后开一点点，同时开了一个老佛爷百货，法国的拉法耶特百货。伊势丹和伊藤洋华堂都是同时退出那个市场。这边应该是租金比较高吧，我觉得。伊藤有个468那个店也要关掉了，绿地468，那个楼也烂尾了啊，烂尾楼468米，修了10-20年还没修好。那个天府新区里面还有一个伊藤洋华堂，据说是也要关，然后全球销量排第1的伊藤，在双南那个店，据说他们说是也会关闭，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吧。那栋楼好像几年哦，租金是1个亿，1年嘛还是3年哦，搞忘了。那个租金比较贵，反正那个店是全球排第1的店。它全球销量是所有里面最高的，但它那个地理位置在成都2法路旁边，距离市中心也不远。其实这边平安夜这一片全部是搞广告的，这个新的，这个新增加的。以前有个这边是个亭子，搬走了，以前这不是一个亭子，旅游方面咨询的，现在搞成这个了。这个喽，春熙路100年历史。现在摄影师最多的地方就左手边那个地方，很多拍照的，跟那个到成都第一次来的吧，就那种。这边有那个这个位置，全是拍照的。这边新的景点，主要是熊猫屁股，上面也排队，上面也是排队的。坐电梯到6楼顶楼，上面有草坪，有公园。全是拍照的
拍照拍照拍照吗？文创中国馆。照相照相，好了。这个高度差不多。我一个下午可以。学上是吧？你早上出去拍照片，明天就可以去拍照吗？这个啊，对，就那个手机，你自己乐视，这是企业打广告的。这全部是前段时间这边全是化妆品，这一排应该有8、9个品牌。薯片嘛，这边主要是乐视，主要是吃的。这个是新增加的。这块面积是比较宽的，最宽阔的地方。我问不清楚，我不晓得啷个打。哎呀，我问不来。我晓得你啷个弄嘛？春熙路解放碑是重庆的，重庆以前是四川的重庆嘛，后面被别人分走了，有可能以后会回来吧，应该有可能，这说不清。直辖市。商场里面才有那个圣诞的氛围，有可能前面太古里那个地方有可能有吧，有可能有。哦，有，应该有吧。早就走了。他走了，你。这边 IFS 是成都目前排第一的零售销售额排第一的，好像是100亿嘛，多少？第二是太古里，第三应该是那个地方。好，第四是 SKP 和50亿，第三是哪个地方记不起了。有圣诞节的氛围啊！商场里面才有，像这里面看不到。在上海那边是整条街全部是。这几天哈尔滨那个冰雪大世界是超级火爆，然后有一条500米长的那个有坡道嘛。那个时候排队排几个小时，说的门票价格炒了3倍，上万块钱，好像是2、3千吧，炒了7、8千、8、9千，人山人海的。说的是去年吧，前年啊，那个冰雪经济给哈尔滨那边带了将近1300亿的那个旅游收入。说了一个摊位，好像是500万，哦，对，人民币应该是100万左右，500万是台币，新台币。应该有圣诞节的那种吧。
这个裸眼 3D 的8K 的分辨率，投资最大的一个。这边有太古里这边有这个圣诞的那个氛围。走到我这边了，拿手机。这是 LV 的。咚咚咚咚。妈妈，你在哪了？过来吧，你在哪？哪呀？这个可以拍呀，你拍不？我不拍，你要拍我帮你拍。没。它里面是个餐厅。张琪，一文，好吧？你们坚持这个原则就好，其他没有什么，对题就好，好吧？好，加油大家，好，其他我没什么了，拜拜。你问他在哪坐，我来告诉你，我就在这坐。圣诞的氛围，这边就有点。干。
就是真的那种是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是真的冰吗？好像是哎。还是这样反的啊？这名字叫幸福光谱。你等过来，你见过来。太多了，看不到啥子，又滑了这里。哎呀你！那天已经给你不要的早。这个没找到那边吧？隔壁就是寺庙了，大慈寺，号称是2000多年历史。好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嘛，这边。来，我抱，走这边。这另外一边，另外去那个泰国的那个苹果直营店门口那个广场看一下。这个下面是银杏叶子，银杏树的叶子，它有些是故意铺在上面的。这本来也是树，银杏树，叶子掉光了。有些专门收集起来，然后铺在地上。另外我在人恒之地那边看得到，看到那个专门把那个叶子收集起来，然后铺在路上的，那就非常好看。这个成都的银杏树是全国号称是第1把，成都也是孵化的一个基地嘛，然后重庆把成都的那个银杏树买了很多很多，因为这个树的价格越粗越大越贵嘛。
有些7位数的很正常，5、6位数，6位数的非常正常。然后这边成都的银杏树都被买光了嘛，买光了，没有了。成都本地的街道上的银杏树都很高，很多。这个是一个月，对，这边是一个那个，哎，现在变成个商店了嘛？以前是个老的民居，这变成一个商店了。以前这个对吧？这儿应该刚刚开张没多久，我印象中几个月前还是至少今年之前吧。他以前那个院子里面是封闭的，没有开放的。对面是卖电动车的，什么阿维塔呀、理想啊、小鹏啊、蔚来呀。那个角落里这全部是卖电瓶车的。这边就是太古里的苹果直营店。直营店现在开了那个喷水的吗？喷水你没有那个了，没有圣诞的那种味道了。他以前有些对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装饰一下，现在今年这个没有了。这就是有音乐嘛，音乐它按照那个时间段，它有跟你说哪个时段是喷什么就放的什么音乐那个。